效果好，我就类似于看我两朵陪姐，我家小姐嘛，过起我爹几百桶，我几娘及我的老娘，我老姐及我的老爷呀。这样才会好能动起哇。同学们，两个儿子时间又搞过抖音了。来，我两个房号列过去对，想嘛，静静做造孽啊。早年小好别帮妈妈做家务啊。干两个真的晓得，小小年纪别忙搞到里头做寡妇，搞瓜别搞瓜，老师会批评两个搞手机哇。我喊两个表演节嘛，阿德时间抖音上的分享火也秀过那两个听。好听，我有讲那个表演听啊。我。不行。老师，我要问。哦，白话啊，我表演这些。抖音上头专用弄别模学，我表哥模学哪能忙？但又被学，我需撒2页，徐别为那一刻撒2页，弄成阿金比了。哥阿哥塞比比啊！我你叫去摸这个嘛。好，接老去小白兔，我表演这些。我会表演唱歌。我要会表演烤肉歌。我要会别模学。两个先给人家讲形象。这下得炖2节天啊！我的心都要丢过去。等我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变成心来安慰后的天。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不用怕，请在激情拿出暗地家。去抢我去家啥开锅啊？接老去我替大哥表演取消，想欧阳咪咪来听我把否？好啊，等我。